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呼吁北京遵守对香港做出的承诺，让这个城市走上正确的道路。他还要求中国停止对维吾尔人的人权的迫害。蓬佩奥首先赞扬了巴林代表理事会成员于1月2日发表的声明。蓬佩奥说，他们对中国维吾尔族穆斯林所遭受的非人道和痛苦的状况表示了深切的关切。蓬佩奥说，这些国家看到了他几个月以来一直在谈论的东西：中共在新疆大量关押维吾尔族人、哈萨克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穆斯林，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蓬佩奥说，我们要求所有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成员和阿拉伯联盟组织成员，对中共残酷虐待维吾尔人的行为予以谴责。东突厥斯坦回族穆斯林已经开始被中国当局任意拘留。据韩东网报道，回族男子被任意拘留在集中营中，营地外的老年人、妇女和儿童在社会上受到歧视。许多被拘留者的孩子在学校受到歧视，甚至被纵血。一名回族人在接受韩东网采访时说，我家中有4人被捕，我感到恐慌，不知道什么时候将我带走。中国武汉发生50多起肺炎病例，有可能是一种新型病毒造成的。这种病毒与非典及中东呼吸综合症的病毒同属冠状病毒，后2种已知病毒会造成严重呼吸道疾病，甚至有致命的风险。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组长徐建国表示，实验室初步检测结果显示，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的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引起此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不同于已发现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截至1月5日晚，共接到59例病毒性肺炎病例报告，其中7人病情严重。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中国副总理刘鹤1月13日至15日将前来美国签署备受瞩目的美中第1阶段贸易协议。此前曾有报道说，中方代表团原本计划1月初出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两国将于1月15日在白宫与中国签署第1阶段协议后，中国代表团改变计划。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没有针对有记者提出的这一问题作出回答。美国总统特朗普建议北约应扩大范围，将中东国家包括在内。他甚至呼吁将北约改名至北约中东。特朗普解释，中东问题属于国际议题，因此北约应向当地增兵。我认为北约绝对应扩张至涵盖中东，现在一切重担都在美国身上，这不公平。在为自己下令暗杀苏莱曼尼辩解时，特朗普不忘批评前任，认为这种对伊朗的袭击应该是前任奥巴马早该做的事情。美国官员周四表示，本周一枚伊朗导弹意外将一架乌克兰喷气式客机从伊朗上空击落，机上无人生还。据美联社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国官员对伊朗人将这架客机错误击落的结论具有高度信心。特朗普也表示，他不相信乌克兰客机坠毁是机械故障，但是伊朗否认了美国的说法。